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聖誕北上救星，自由鳥數據卡孖裝66蚊兩張，免實名免翻牆，仲有機會抽機票。聖誕節就嚟到啦，諗好去邊度玩未呢？如果同班 friend 諗住北上深圳食飯按摩，或者過澳門感受下聖誕氣氛，最頭痕嘅應該係上網數據。買卡要實名登記，用自己嘅香港卡又驚漫遊貴，搞到出發之前頭都大埋。不過今次可能唔使再煩啦，因為自由鳥趁聖誕推出咗個孖裝優惠，聲稱可以免實名、免翻牆，仲有機會抽中雙人機票添。係唔係真係咁着數呢？版主同大家一齊去睇下。孖裝66蚊兩張卡，今次優惠嘅玩法好直接，就係要買孖裝。你需要喺自由鳥網站揀選內地及澳門3日數據日費呢一個計劃，然後再揀2張全新嘅澳遊 SIM。最後喺結賬嘅時候輸入優惠碼 C33，咁就可以用66蚊嘅優惠價買到2張數據卡。計翻條數，即係每張卡只需要33蚊，就可以享有3日每日1GB全數據嘅用量，而且數據係逐日計算，唔需要連續3日用晒。亦即係話你可以分開2次短 trip 嚟用，又或者一張自己用，一張分俾同行嘅屋企人，都幾有彈性。對於聖誕期間上去玩1-2日嘅行程，1GB嘅全數據應該勉強足夠一般嘅地圖、通訊同埋輕量嘅上網。但係如果要狂睇片，咁就可能咧要留意下用量啦。我哋再嚟睇下佢嘅3大賣點：免實名、免翻牆、全線 OK 即拎。除咗價錢，呢張卡仲有幾個聲稱嘅賣點，對於北上嘅用家嚟講，可能都幾吸引。第一係免實名。眾所周知，而家喺內地使用數據服務，基本上都需要實名登記。自由鳥標榜免實名，可能意味住佢係以境外漫遊形式提供服務，避開咗內地嘅實名要求。對於唔想搞登記手續或者係幫長輩買卡嘅用家，的確咧方便好多嘅。第二係免翻牆。呢一點對於香港嘅用家嚟講，可以話係重中之重。一般內地嘅 SIM 卡都會受到網絡防火牆嘅限制，冇辦法直接使用 Google、WhatsApp、Facebook、YouTube 等等香港人慣用嘅服務。如果呢一張卡真係可以做到免翻牆，咁即係話你插卡之後就能夠如常無障礙咁樣使用所有嘅網站同埋 App， 唔需要額外去設定 VPN， 咁樣就真係解決咗最大嘅痛點啦。第三就係購買同埋取貨靈活。你可以選擇即時啟用嘅 eSIM， 如果手機支援嘅話，或者選擇到全港嘅 OK 便利店嗰度拎取實體嘅 SIM 卡。對於即將出發或者係想提早準備嘅人都好方便。而喺今次嘅推廣入面，仲有一個終極大獎。自由鳥話喺推廣期內購買任何嘅外遊數據服務，累積消費最高嘅一位用戶將會有機會贏得雙人來回亞洲嘅機票。雖然條款並冇講明係乜嘢航空公司同埋乜嘢目的地，但作為一個額外嘅抽獎機會，都算係錦上添花。不過要留意嘅係呢一個係有機會得到，同埋只限消費最高嘅一位，大家當係 bonus 咁就好啦。千祈唔好為咗抽獎而瘋狂購入喎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：小米聖誕嘉年華開鑼，新耳機139蚊起，手機劈價兼贈品送不停，一條片睇晒2025年年中掃貨全攻略。又到年尾，係時候要清一清購物車啦。同埋獎勵一下辛苦咗1年嘅自己。每年一度嘅小米聖誕嘉年華已經正式開跑，由即日起到12月31號，除咗有大量嘅手機、家電劈價清貨，仲有多款全新嘅產品登場。玩法仲包括搶現金券、加購優惠、滿額送超市禮券同瓜分20萬嘅現金券。係唔係覺得優惠多到眼花繚亂呢？唔緊要，我已經幫大家整理好重點噶啦。等你能夠精明咁掃貨，慳到最多。平玩 ANC 耳機，磁吸尿袋登場。今年聖誕，小米有幾款新產品打頭陣。最平嘅係全新嘅 Redmi Buds 8 Lite 真無線耳機，建議零售價只係139蚊。佢主打 42dB 混合式主動降噪，亦即係 ANC。對於呢個價位嘅耳機嚟講，相當之難得。內置 12.4mm 嘅動圈單元，仲可以透過小米耳機 App 自定 EQ 音效。耳機單次續航8個鐘頭，配合埋充電盒可以用36個鐘，而且插電10分鐘就可以聽足2個鐘頭。提供海浪藍、迷霧黑同埋雲錦白3隻色。12月9號起正式發售。另一款新品係小米千博磁吸行動電源。
5000mAh 15W，只係賣329蚊。佢最大嘅賣點係超纖薄嘅機身，即係得6mm 厚同埋98g，方便帶上飛機，支援最大15W嘅磁吸無線叉電，同時提供22.5W有線快充，可以為 iPhone 或者係具備磁吸功能嘅 Android 手機方便咁補充電力。即日起已經有售。而對於需要大掃除迎新年嘅朋友，可以留意12月23號上市嘅小米無線吸塵 G30 Max， 建議零售價2499。佢擁有強勁280AW 嘅吸力，配備智能灰塵偵測同多款清潔配件，電池嘅容量達到4000mAh，適合大單位使用。今次聖誕優惠，手機同平板係重頭戲，手機平板折扣，旗艦減1500蚊，入門機低見999。多款型號直接減價，部分仲有豐富嘅贈品。旗艦級嘅選擇方面，小米15系列減幅最大，12GB 加512GB 嘅小米15由原價5999降至4499，直降1500蚊。細容量嘅12GB 加256GB 版本亦都由5499降至3999。而中階嘅性價比之選就可以留意 Redmi Note 14系列。頂配型號 Redmi Note 14 Pro 5G 12GB 加512GB降至2499，而 Redmi Note 14 5G 嘅8加256GB 版本就減至1499。最入門嘅6加128GB 版本只需要999，千元有找就有 5G 手機。平板方面，優惠主要集中喺贈品，例如購買小米 Pad 7 Pro 12GB 加512GB會贈送價值799嘅懸浮鍵盤。購買 Redmi Pad 2 Pro 5G 或者係 Redmi Pad 2就會贈送原廠嘅保護殼。除咗直接減價，今次嘉年華仲有好多嘅額外着數。由即日起至到12月31號，每日早上10點都可以用 Mi ID 喺小米官網 mi.com 嗰度領取現金券，包括滿1000蚊減50蚊，滿2000減100，同滿3000減200，適用於 Poco 手機同 AIoT 產品，新品除外。12月15號晚上8點開始，更多精彩嘅活動會接力登場。當日單筆消費滿1225就能夠以99蚊嘅優惠價換購小米手環9 Active。同一時間購買 Poco 或者係 Redmi Note 系列嘅手機，滿指定金額有機會獲贈50或者係100蚊嘅超市禮券，名額每日有限。最震撼嘅係全場嘅顧客可以一齊瓜分總值20萬嘅現金券紅包，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